今次係我第3次嚟到默主哥耶。第一次咧，我係喺2015年嘅8月15嚟到默主哥耶。啱啱嗰日咧就係聖母升天日，當時天氣係非常之熱。默主哥耶廣場咧由朝頭早到夜晚都好多人，喺嗰度停留咗3天。其實咧我就唔係好識呢個地方，嚟到波斯尼亞咧係波斯尼亞只係一個南斯拉夫嘅解體國。咁啊，淨係知道聖母曾經喺呢個地方係顯現過，但係當時教會都未承認。咁我話只係當一個一般嘅朝聖團嚟嘅啫，朝聖之旅。10年後咧就第2次，即係今年嘅2月。咁啊，為咗一個嚟咧，就係一個滿住一個願望啦，就希年過賀聖門啦，同埋再次嚟個默主哥耶。同埋冬天咧，我未嚟過歐洲，2月天氣係非常之凍，氣温低過1度，但係咧都信友咧就唔怕凍，照上山。咁啊，出發前咧做咗個手齋祈禱，同神父一路行一路念玫瑰經同埋默想。第3次再到默主哥耶咧即係今次咧係意料之外嘅事。上次我嚟喺默主嗰時啊，咁啊同一個好老友嘅教友講，我出年會再嚟，但係估唔到咧，相隔咗5個月咁快又再嚟啊！咁啊事情就係咁啦。咁啊5月29號參加咗默主哥耶嘅祈禱會，會後就見到 Wilda 問我：你哋想唔想再去默主哥耶啊？阿媽叫你哋去啊！我阿媽又知道我再想去，但我諗咗一晚，最終都係推咗 Wilda。咁事嘢就咁怪噶啦。咁我31號5月30號去咗東涌呢個聖母綁親堂朝聖，翻嚟之後咧，呢個6月1號，其實我每日就習慣咗5點鐘起身，嗰日特別早，3點零4點鐘起身，係囉攣啲做乜？咁啊嗰日着咗啲朋友上深圳，咁啊去到關口朋友帶我，遲遲都到喎，咁啊冇辦法啦，即係冇入翻轉頭喺度等。我等咗期間不如問阿媽都喎，咁問下佢，你係咪想我過嚟啊？咁啊事係，咦？咁突然間好似有啲嘢咁要速讀，好似揸住我手寫 WhatsApp 通知 Wilda 決定入團。咁啊啲嘢就咁奇怪嘅，所以我覺得咧，阿媽叫你去，你決定唔到就由佢幫你決定啦。咁啊2件事同大家分享嘅，第一件事就係行程中咧，咁啊有一日上顯現山，3點到咧由酒店出發，因為嗰時係冬天咧，天氣仲好，嗰個天氣好黑嘅。呢個上聖母呢個顯現山，我好開心一直咁啊！咁行到近山頂，若隱若現見到阿媽。當時人唔係好多，我看見佢面色好似有啲憂愁咁。上到山，啲人開始啲人開始跪低念玫瑰經嘅。咁後來大約去到接近5點啦，人都多啦。我可能望一望阿媽，我少啲笑容啊，咁得意嘅。咁第二件事咧就係話，呢個行程差唔多尾啦，即係爭兩日翻香港，又係3點幾，同一班教友又上山，又上顯現山，行咗1/3，咦！突然間側邊聞到陣好清香嘅玫瑰花味，睇隔離左右全部都男士嘅，我心諗唔會啩，唔會咁早沖完涼先上山啊！咁我冇理繼續行。咁有件特別嘅事同大家分享下。我喺出發前前幾個月識咗一個迷途啲小羔羊，
佢嘅內心嘅生活都迷茫失落，心境好亂啊！就生活咧喺度生活出嚟，我係恐懼於精同好驚，同埋好唔安定。即係前幾天咧，就同佢前幾日咧，就同佢失去咗聯絡。咁啊，行程之中又喺一間教堂。咁就話可以寫意向書喎。咁我話拎起張紙咪寫意聲，咁祝他平安啊，求聖母代禱祝佢身體健康啊！點知過兩日佢打電話俾我，哇！我開心到唔得了。因為我覺得阿媽係知道我哋需要啲咩嘢，就好似加納婚宴一樣。咁你總結下個行程，喺行程之中咧，我好似阿媽帶住我一路咁行，喺前面帶住我行，喺後邊推住我，喺左右扶住我行。喺行程中咧，好似阿媽帶有把聲同我講嘢咁，講咗好多嘢。哇！之前我未試過真係，同埋咧我就好驚分享佢哋。如果你話聽日你分享，咁我係成晚瞓唔着㗎啦，攞亂瞓唔着，到第二日仲驚。但係奇怪啦，今次我團體分享覺得好平安、好平靜喎，甚至好似我講媽媽教我講，以前啲教友同我講好平安。我都唔知咩嘅，我平咩安啦，舒服啲啩。而家就感覺到咩叫平安。咁同埋咧喺就Rita 安排咗個修士帶我哋。咁喺過程之中啊，佢同我哋翻譯咧，同埋喺同我做一個分享。個分享做得好好喎，真係，因為中途即係如果冇人翻譯都幾麻煩，因為佢個又唔係就有即時傳譯，有傳譯係英語，我就唔係咁叻英文，咁啊幾好喎咁啊！咁其實咁我就會而家翻到香港咧，咁啊將喺默主哥哋所見所聞就同啲一眾嘅兄弟分享下咯，睇下咁我哋會建議明年同我一齊再默主哥嘢去深化我哋嘅信仰咯。咁我就分享到此為止啦，多謝大家。